喺香港買豪宅唔難，難嘅係要揾到一個地方能夠俾到你寧靜嘅生活，又能夠快速咁穿梭多個商業區同埋小朋友嘅學校。黃竹坑站上個人壓軸項目 Deepwater South 就能夠幫你寧靜嘅家同埋商圈嘅繁華無縫連接。你寶貴嘅時間唔應該浪費喺塞車嘅路上，所以香港人都中意住喺地鐵站上蓋。Deepwater South 特別在於屋苑有專屬嘅升降機，可以直達港島南岸嘅商場同埋地鐵站。2個站去到金鐘，3個站到中環，輕鬆咁穿梭港九嘅商業區。呢一種就係住喺南區既有效率又悠閒嘅生活。翻到屋企坐喺梳化望出窗外面就係深水灣同埋壽臣山。呢個就係你屋企頂級豪華嘅山水畫。我手上啱啱有一份詳細嘅戶型參考圖，對呢個屋苑有興趣，評論區打111，我第一時間將資料 send 俾你。整個項目至矜貴嘅樓王4房大宅，實用面積1696尺，全盤淨係得58個單位，私人獨立 lift lobby 係身份嘅象徵。行入主人房真係忍唔住哇一聲，呢度戶型玻璃幕牆設計，每朝早起身，成個南區低密度嘅豪宅群就喺你腳下，呢種感覺真係無價。喺內園裏邊漫步細想，會感受到法國嘅生活格調同埋高雅。無邊際游泳池，享受陽光沐浴，身心舒暢。對於貴族小朋友嚟講，佢哋玩嘅唔係普通嘅水滑梯，呢度會所融合咗4大培育概念，引入咗兒童利曼賽車場、劍擊體驗場、白色滾球等等，加上區內國際名校林立，頂尖嘅學術氛圍，成就出孩子國際嘅視野。港島南岸壓軸項目第6期 Deepwater South 嘅 Grande Bond 提供154個單位，全數都係3房同4房嘅大宅。呢一間922尺向東南嘅3房係自搶手，成個項目淨係得30間，所以呢個盤唯一嘅缺點真係火數太少啦。如果你係追求緊呢一種真正配得起你南區生活嘅成就徽章，Deepwater South 值得你親自嚟感受一下。